病患姓名朱粉，病历编号301238，身份证字号 B223， B223457891，年龄70岁。这我知了。你想把人公了啦？其实简单来说，就是可以留最后一口气，赶快回家。我们是完满礼仪公司，我阿爸是第一代，我是第二代，我们是家族企业。我阿爸说，这个女孩子呢是所谓的寿终内寝，所以呢床呢要放在房间里面。若是讲伊在内底安尼伊雄雄爬起来，我在外口看无，安尼是要安怎哈？是我阿爸是按照说的是，阿姨的意思，就到外面去就好之前。有个状况，就是有一个阿嬷，她也是一直放在外面，结果走都走不掉。哈，你那不要较早讲我啦。我们尊重专业啦。哎，对了，你哎呀，来，去啦里面啦阮姐啊，伊上爱坐在客厅看大家在创啥啦。是。朱凡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无是要准备啥？敢讲要准备来死哦？不好意思，还是你们讨论好再跟我说，看我还要在这边等多久？这位少年啊，哈，你啥物态度？我不是笑脸的，我叫做小贡丸，我阿爸都叫我小贡丸，我们是完满礼仪公司。然后灵堂我们也按照他的意思，现在都开始搭起来了。如果再这样等下去的话，可能要算 double 了。妈死了没啊？还没啦。你妈会不会突然又活过来啊？哎，靠腰呢。无这啦，这罐头嘛可以啊。安尼哦，伊就会当甲即马共款去饲迄落流浪狗、流浪猫。阿姨，不好意思，嗯，这个罐头是烧给死掉的猫猫狗狗，不是烧给人的。嘛是有死掉的流浪狗啊。孤魂野狗。我回来了。祈求大地母亲、所有神明、天使，还有100%的存有，保佑妈妈能够长命100岁，度过难关。嗡巴咪呗咪吽，嗡巴咪呗咪吽。 2万5吼，要收贵呢。哦，嫌贵是不是？对啊。哦，那就不要买啦。那再不然你就你不买，你叫那个他们出钱。你们谁要出钱？宝弟上线了。哦，等一下。阿姨，宝弟哦。阿姐，那个我妈现在情况怎么样啊？够低啦，安怎啊？有去看医生了吗？有啦，看过啊啦。医生怎么说？他就说就叫我们在家里等待这样子，等什么？等死啦。喂，我妈死了。不是，那个没关系，她又活过来了。妈，宝弟。妈。阿峰啊，当我是困偌久安尼，困到煞腰精神，巴肚枵了，我想要食面啦。小公啊。要拆掉。如果阿嬷要死掉的话怎么办？歹势啦。反正过无偌久啊，咱嘛拢会去陪你啦。你就变挂心啦。靠腰，你啥物顺便才人爱哭着安尼？